种熬杂。现在又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2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2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9节。对头算倒来，解说甲第9节。就是解说甲因即亲仰父母，义即上下相邻。即马应该呢，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欠即准备和睦，饮即将恶无酸，若令赞莫出吼，一年定生红莲。应该对遮呢来甲咱各位来解说，这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为着为处事因在人所开始的无上相。因为在前面慧能大师就甲因讲，在家共款可以修。为处事袂当了解讲在家是要哪样修，所以慧能大师呢就以这个无相机来甲因开始。在前面就是讲心平好乐持戒，行德好用修禅，因即好用父母，义即上下相邻。进一步讲谦。即准备和睦，谦呢，就是讲真正谦虚，真正谦让。讲咱做人呢，若是会当好谦虚谦让，若是安尼呢，准备和睦，尊就是尊贵，卑呢就是卑劣。尊贵卑劣，即就是讲一个人伊的身份地位权格。那即个尊卑最明显的，在封建制度时代，一个国家内底国王这个可以讲就是上尊贵的啦。也一般的老百姓呢，这当然就是讲较卑下，所以在君主体制时阵，一般的老百姓看到国王就敢若看到神、看到佛祖共款。当然，国王皇帝若是好的呢，伊也要疼痛老百姓。甲恁讲。若是拄到迄款的无道的昏君当然呢，就将老百姓的性命呢，甲伊看作亲像狗遐共款，真无价值。那这就是卑咯。当时在咱这个社会上啦，上下的阶级，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。譬如讲，在过去做人的老板的人。直直互人请的人，就是有上下阶级。尤其是你要趁伊的钱，要看伊的头面，当然伊就高高在上。你爱靠伊生活，所以伊就看你呢真轻。或者是讲一个散车人，甲迄个有钱人，有钱人看迄个散车人呢，当然也看真袂起。这应该呢，就是在过去准备的情形。但假如若是有谦虚呢，准备就会当后来得到和睦。意思呢，就是讲你若是真谦虚，
你本身呢就袂自高自大。所以啊，对于款呢比咱身份较低的人、较无钱的人，根本呢你都袂看轻你。大家呢都拢会当真正好好，也可以讲都是上下呢会当和睦的意思。尤其是对这个问题，在咱现主时更加较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咱现主时是属于民主时代，所以我就讲做民主啦。每一个人应该伊的地位拢是平等，因为世世所事人，在过去，好像就讲做老板的人是高高在上，现主时毋是啦。现主时做老板的人呢，颠倒无迄个权威，颠倒要该食头路，要该做工课的人呢，颠倒啊，伊的权力先较大。为什么呢？变成讲你老板，你是爱靠伊趁钱互你啊？好啦，即马膝头硬硬的，即马该做工课人伊毋该做，毋该做当然物件交袂出去，交袂出去变来做生意呢？所以即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啦，在咱目睭前讲起来，当然所谓叫做讲做伊的地位悬。或者是讲地位低，这个问题呢，慢慢呢，会当好啊，较接近啦。我们讲地位悬就高高在上，地位低的人呢，就互人家看，敢若像讲伫路边，跍伫路边迄款的无路用人。所以在这个时阵呢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更加都爱有谦，就是讲爱谦虚，对人呢，绝对啊。袂使你自高自大，无论讲咱是有偌济金钱，有偌大的地位，偌大的势力，咱呢绝对爱谦虚才会使。假如讲每一个人当好谦虚，互相尊重，也拿呢互相就会当和睦。这个社会啊，就是啊一个真正安乐的社会，就是啊等于是希望叫做世界共款。下面讲忍则众恶无宣，这个忍呢，就是啊忍足的意思，就是讲只要若是会当好来忍足，安尼呢就众恶无宣。这个众恶无宣，名叫做讲做众恶，就是讲所有迄个毋好的。这个宣呢，就是一种的宣称。就是这种正大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假若人对咱无理，咱会当互家忍受落去。无论是啥物款的毋好的人对待咱毋好的语言、毋好的行动，咱呢拢总啊会当好来家忍受。也那安尼呢，当然啦，大家就无迄个纷争的情形产生。这名叫做讲做忍则众恶无宣。忍就是心的面顶呢插一个刀，那意思就是讲，在心内插一个刀，这本来啊是一个真正痛苦的代志。但虽然这样只痛苦的代志，都会当好来忍受，这就是一个忍。所以，从这个所在，咱就可以了解讲，这个忍啊，这是一个真正无容易的代志，一个真正无简单的代志。不过，忍在咱佛教来讲起来，是六道波罗蜜之一。在戒经有伫讲做忍辱第一道，会当好修忍辱，这就是第一佛道。咱会当好忍辱，不但是讲对迄个好的人。大家互相忍让，就是讲对迄个毋好的人，共款的咱当好来忍让。也那安尼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无啥物款的纷争的代志产生啦。下面就令赞莫出吼，意念定生方略。讲假若呢，若是会当好来赞莫出吼，这个赞莫出吼。
这个赞就是装的意思，就是讲装迄个茶来出迄个火。假如你若是当好装迄个茶来出火，安尼呢，在这个伊年啊，一定会生起迄个红莲花。这两句是啥物意思呢？这个赞木求火啊，这个呢是咱过去的人的一种的生活情形，就是讲在原始时代人类咱的人类祖先，伊的头脑呢，无咱现在是这样发达。咱现在实在若是要爱火呢，真简单。在以前是用过番仔火刻一个就倒，现在是免用过番仔火，现在是呢用过这种的点火机，或者讲做赖达之类的物件。切了就倒了，所以咱现在是要爱火呢，并无什么款的困难。但在过去呢，要爱火啊，就相当困难。安怎讲相当困难呢？就必须啊，将迄个茶甲拍个打，也将个铁的物件对迄个茶直直装，甲伊摩擦。在摩擦迄个所在呢，摩擦较久啊，迄个茶呢就发烧，发烧了可能就会导烟啊。那么导烟了呢，变成火走出来了。这就是过去的这个赞木求火。这个赞木求火，在这个所在是咧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咧指讲修行一直认真用功。拢无懈怠，安尼就刚像咧装迄个火啦。遐哪呢就会出火，会出火意思呢，就是会当启发智慧，会当后来明心见性。在《华严经》的上文就在讲如赞随求火，未出而所食，火势随之灭。讲亲像用过一个物件，来甲伊装，要求迄个火，那这属于就是一种的这个赞木求火这个物件，也未出而所食，就是讲迄个火啊，还未出来，你就该停困，该停困，迄个火势呢就随之灭。这个火势随之灭的意思就是讲你。若是安尼啊，迄个火呢，当然啦，就随着你停困，安尼呢，迄个火就灭去了。叫做讲做火势随之灭。在《大智度论》上呢，在讲啦，讲譬如赞随求火，一生勤读，不休不息，乃可得火。讲亲像这个赞随求火。一世人呢，拢真正殷勤，无休困，爱怎来得到迄个火？意思就是讲，咱要学会修行的人，必须不断精进，才当启发智慧。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讲赞木出火。讲假如你若是当后来赞木出火呢，伊年就定生红莲。这个伊年就是讲迄个垃圾的所在。落果仔糜所在，在落果仔糜所在，一定呢会生出了迄个清净迄个红莲花。这个红莲就是赤色的莲花意思。在《维摩诘经》佛国品话里头讲，譬如高原绿地啊，不生莲花，必12年乃成处花。如是烦恼年中，乃有众生起佛法。这就是讲，假如若是在真正悬迄个绿地所在咧，根本啦未生莲花。当然土地真悬，迄个所在较清气，水若破落咧，水呢也随时打落去。迄个所在啊，绝对也无迄个落果仔糜高。
但是呢，无迄个六股仔糜果无水的所在，未生莲花。必须呢，在迄个真正湿较凹蚵仔底迄个真正湿的所在，才会生莲花。即款的事实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都能会当体会出来。咱若种迄个莲花啊，假如讲迄个莲花伫个水若是真清气，拢无一点仔落股仔糜，可能迄个莲花种出来袂讲介水，也迄个水池仔的水若是讲愈落愈垃圾，迄个莲花呢就愈水。为什么呢？迄个垃圾水啊，就是有培训伫迄个所在。那在这个伊年出莲花，这譬如啥？譬如在这个烦恼年中呢，才有众生呢，会当好来生起佛法。咱要来学习修行，是在什么所在修呢？就是啊，在迄个烦恼复杂的环境中来去修行。假如讲这个环境，若是一个真正单纯的环境呢，你根本啊无法度好来修行。咱即马莫讲咱修行，就是单单讲咱一般的社会人，一个人要安怎样才会当好来成就？一个人的成功，一定是在逆境中才会当成功。假如讲一个人从细汉出世，都拢在顺境中，要拿呢，迄个人呢，真无容易成功。所以，譬如讲，咱社会人的贫富会轮变，就是讲会变来变去。这什么款的原因呢？当然，一方面来说是属于因果的关系，不过一方面呢，也是属于这个环境的关系。啥讲是属于环境的关系呢？咱往往看到迄个真善车的人，结果拢赚大钱。在咱台湾，目前有真正济这大事业家，事实上过去拢是艰苦人。那为什么因过去是一个艰苦人，过去是一个无读过外深的迄个册无啥物高深的学问的人，为什么伊会成功会变成一个大事业家？什么款的原因呢？环境，什么环境？就是一个痛苦的环境。因为处理善车无通食人伫咧享受，伊无通享受；善车人伫咧读书，伊无通好来求学。在迄个情形之下呢，伊会发挥多强。是讲好，伊遐好业，我要做互恁看，我也要甲共款啦。那有这个发奋图强的心是倒来，就是在这个善车中啊所启发出来。因为受到这个善车的艰苦，受到这个生活的困苦，人们讲这款的贫穷困苦的生活，这个不是人的生活。起码呢，要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，所以就认真打拼，做生意赚钱。那因为伊是一个善车人，所以钱赚来感觉无容易啊。在伊过去善车的时阵，已经善车真久啊，欠了关系啊，所以钱赚来也无容易开掉。安尼呢，钱滚钱啊，直直滚直直济，当然呢就变成一个真有钱的人，事业呢愈做就愈大，因为真勤啦。第二代。可能就是讲，伊这个人的囝，可能有看到因老爸伫咧趁钱的辛苦。伊本身呢，可能出世的时阵，因兜原来是个环境无好。当然，伊会甲因老爸欠，甲因老爸欠，斗拍拼。所以呢，普通一个成家立业会起家的人，就是讲将迄个善车起家的人。大部分甲第二代拢要当维持，但是第三代就无用。为啥无容易呢？因为这第三代出世变成讲是这个善车起家这个人的孙啊咯。到该出世的时候，因兜是一个好环境的人。伊出世了呢，就是咧享受，无受到痛苦。
所以毋知讲趁钱是偌艰苦，毋知讲散车是偌艰苦，毋知金钱的价值，毋知物质的价值。所以物件乱用啦，钱黑白开啦，系啦。甲恁讲因老爸去世啦，因阿公去世啦，当然这钱可能都会开了去啊。开了当中呢，才来叫苦已经上班啦。所以咱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贫富贵贱，为什么会安尼来去轮转呢？那这就是环境所使然。由一个人的环境造成一个人的心理，由这个心理呢，就造成这个人的前途到底是会发达，或者是失败。那从这所咱可以了解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达起来？那就是在咧痛苦的环境中发达起来。甲这同款意思，咱伫咧学会修行的人，假定讲修行处处在迄个顺境中，你这人呢，真无容易发大心修行，因为环境太好了。那就是讲，在迄个逆境中，你会当好发大心来修行，这才会当修行。所以通常伫咧学会修行的人，厝里人毋肯互伊学佛，毋肯互伊出家。伊偷走出家啦，偷走出来学佛啦，用心计较出来。伊感觉讲哇，我要出这个家真无简单呢，要来学佛真无简单呢。也那呢，可能呢比较会较会当保持的道心。那假如讲要出家修行的时阵呢，并无受偌大迄个苦。即句讲父母反对是反对啦，无讲真反对。安尼伊认为讲这出家得来容易啊。所以呢，可能无啥要爱惜为一个好的机会。那假如讲是父母鼓励出家，根本伊本身凡事呢，无伊父母的心遐坚固。或者认为讲这父母叫我出家啊，伊出家得来足容易，安尼可能呢就更加无容易保持的道心。那出家了，假如讲完全都拢在迄个真正好的环境中长大。拢无受到一点仔苦，在生意内底，人事也真正单纯，生活也真正安定，每一个呢也免去受到什么款的风霜之苦。在这款的情形之下呢，就真无容易来发起道心。所以一个人要发起这个道心呢，必须就是在迄个真正复杂、真正烦恼的环境，人事的问题啦，生活的问题啦，种种的问题，在这样真侪这个问题中，会当克服这种种的困难，来去学会修行。那安尼呢，当然呢，就修行会当成功。对于这个所在，这两句话我现做是搁再简单做一个上下连结，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会当来赞幕出吼，一句讲就是讲，你若是会当不断来发心来用功，来去开发你的智慧，也那呢，在迄个真正歹的环境中呢，你绝对呢会当好来发道心，会当好来修行。在这个歹的环境中，你袂去受到这环境所给你染污。这个依年生风莲呐，要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讲在定而不染定。虽然是讲在一个真正复杂的环境中，但是呢，你袂去互这个复杂的环境所给你逆去。这是在一个修行人讲起来非常重要。假如若是一个无理智的人，或者是讲道心无坚固、无把握的人，在修行环境中看到歹真容易学，随时学歹去了。但是要学好呢就无简单。所以伫遮所讲的这个依年定生风莲呐，就是讲你若是有智慧，那在这个风尘的环境，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呢，你绝对会当好保持着你这款的修行的道心，会当好使你的身心修行非常的庄严，袂去受到染污。这个依年定生风莲就是有这个意义。注意看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
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